继续来看云林元中乡的仁爱国小，去年才来成立着美术社团，今年参加云林县绘本创作的比赛，就得到真好的成绩。高年级组摕到第1名，中年级组摕到第2名。元中乡仁爱国小美术社团的囡仔参加云林县110学年度家乡绘本创作比赛，得到高年级组第1名和中年级组第2名。因为龟仙人把塑胶袋当作水母，然后把它吃进肚子里面，所以我们不能乱丢垃圾，尽量少用塑胶制品，就是海龟肚子里的垃圾。中年级组囡仔以海龟做主题，说明含有粪素造成生物生存困难。高年级的小朋友是展现含有生物的多样性。像这本《渔翁动物》，就让他们有多元的思考，可以了解海洋资源的运用，跟海洋它一个食物链是怎么样的运作。透过做绘本的过程，嘛，让囡仔更加了解海洋生物和资源的重要，嘛，知影安怎保护海洋环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